大家好，我係 Kitty， 喺呢度先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。新年做角仔，剩咗啲花生餡唔好嘥，攞嚟做湯圓，加咗啲花生醬、花生同埋少少黑糖。花生打碎之後，撈勻晒啲材料，喺個鑊輕輕炒至融合，攤涼。涼咗之後分粒粒，然後放雪櫃15分鐘定型。湯圓皮我用咗一個新食譜，加咗木薯粉同埋澄麵，加薑汁去搓個麵團，出嚟嘅成品出乎意外嘅好食。麵團需要大概190至200克嘅液體，薑水先過濾，先用85至90度50克嘅薑水燙木薯粉同埋澄麵，攪勻咗之後，靜置15分鐘，跟住攪翻開佢，加入糯米粉180克，剩咗嘅150克嘅薑水慢慢加。之後搓成團，靜置15分鐘。咁餡通常都係湯圓皮嘅一半，大小隨意。2個手指公整一個窩形，加個餡料，利用個虎口位一路收完，再搓完。包製好之後，可以直接去煮，水滾後先至落湯圓。放完湯圓，用個湯殼背部慢慢推下佢，避免黏黐。我呢個加咗薑同埋少少片糖、冰糖，更加香嘅。如果你中意就咁食呢，因為嗰個餡已經係夠甜噶啦，用清水煮都可以嘅。呢個湯圓因為加咗少少澄麵同埋木薯粉，所以佢表面呢有啲係令令地，有少少透明感，又有 Q 彈口感。希望你都中意呢個食譜。加咗薑嘅糖水呢，風味加倍，好好食。試下整啊，唔好嘥咗啲餡啊嘛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